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北江溪爱歌，我本城号做北江溪，有北江船来来回回，有清清的溪水，也有水水的古翠花，有通钓鱼，也有通掠虾，水头水尾拢有鸟仔咧飞，顺耍是一阵自乐的主题。我改名号做北江溪，有8条溪来来回回，有崩山的溪水，也有甘土的寒兰花，无通钓鱼，也无通掠虾，水头水尾拢有好神咧飞，顺耍搬一出世间的做开。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4集分享的是萧丁春老师所带来北江溪哀歌。先来去邀请萧老师为大家做一个讲解。这个北江溪一般拢写做迄个手掌的掌，还手掌的掌吼。解说就是讲8个溪流夹做这条北江溪。毋过我感觉无啥合，因为我的了解毋若8条，差不多我15条，迄个8嘛毋是济少，所以后来我咧读迄个下永大书店的时，有看到北江溪，迄个江是顶悬一字，将来的将，下骹一字木。我感觉这有意思，就是讲8支掌会当过入来船，迄真大只吼。会当驶入来到北江溪到阿弥陀遐拢无问题。后来我有去北河义民庙，有一块石碑，迄个石碑顶悬明明著名的，就是写北江溪，就是迄个掌，就是迄个告白迄个迄支所以就讲找到证据。我才开始写北江溪哀歌。就讲本来是这个8支掌的船会当过入来到遐。结果去用写对迄手掌的证据吼。即摆北江溪甲我囡仔时代北江溪拢无共。较早北江溪会当落受水，我拢捌落去受水，爱潭足深，爱溪嘛足清。即摆看到的是我第2趴所讲的，有崩山的溪水。也有甘土的寒兰花，较早会当钓鱼，即摆无鱼通钓；较早会当好虾即摆嘛无通掠虾上尾一句讲顺耍搬一出世间的做开，这咱人做得来。就是讲，这北江溪本来是有溪水的所在，咱人才有法度伫遐生活。较早拢靠溪水，所以。你看渔民拢差不多占伫溪水边，到尾咱看这个时代，溪水就拢落，土一直分起来，一直分起来，分到到尾迄土是比外口的地更较悬，这是真可怜啦。我本城号做北江溪。有北江船来来回回，有清清的溪水，也有水水的古翠花，有通钓鱼，也有通掠虾，
水头水尾拢有鸟仔咧飞，顺线是一阵自落的土地。我改名号做八江溪，有八条溪来来回回，有放山的溪水，也有甘土的干兰花。无通钓鱼，也无通掠虾，水头水尾拢有雨神咧飞。顺线搬一出世间的做开。这本就是咱台语书。我咧讲较实例，就是讲，即摆人咧讲台语，拢先想华语，则翻做台语，是讲一般来讲，我本来。咱讲本正是较古早的台语，所以我就用迄个本正。讲有清清的溪水，也有水水的古翠花。古翠花较早差不多田花边啦、路边啦、树仔边啦、溪边啦，拢会看到。就是一般咧华语咧讲的牵牛花。牵牛花台语的讲法足侪种，有古翠花，嘛讲碗公花。第二趴我有讲到甘土的瓜兰花，迄瓜兰我真接快，种若像迄个兰花，就是瓜草，迄瓜网，迄个会当摕来扛厝顶草厝，草厝的厝顶，伊若像瓜网，毋过佫属兰花一种。顺线是一阵自落的土地。迄个顺线咱后人讲顺线。我捌伫屏东看人咧线索，屏东有出产青蛙，青蛙迄个管的皮就会当做索啊。我看阿婆坐椅头三股的麻索撒来伫即个骹头大腿遮，用手安尼扫过，就三股的索再加做一条，伊要搁接咧。迄接头所在，我是水着，伊甲迄水的所在夹做伙，再个扫落，做线索，一直顺落，一直刷落。所以这个刷字就是甲扫有关系啦。所以倒边就是讲诗密字边，正边是世界的世。今仔日咱欣赏的这首诗，描写的是北江溪。上来去邀请家己的文史专家黄德英老师为大家介绍北江溪的典故。北江溪这古早我有真侪迄个古早草本的册吼，伊迄个古早文献咱会当看出讲迄阵有几根桨，有几支迄个桨啦所以呢，伊古早即个溪是会当行迄个八支桨的迄个较大只的船啦。咱即阵到尾伊个写法团会豆豆过去。咱台湾人佫有一个习惯真爱用文音的啦所以自然迄个条溪，即阵拢会读做北江溪啦因为伊个江的声音啦，漳叫江，即个漳州叫泉州江的叫泉的声音无共款尔所以即阵嘉南地区的人习惯讲或者北江溪，其实是古早是八漳安尼啦。这溪是咱市郊嘉义县的一个分界线，是足重要的一个河川啦这条溪当然伫嘉义地区遮都有足重要的渡口。古早时阵的迄个渡口渡口就是铁牌啦但是搁较早以前，咱看真侪迄个石碑内底咧写的，其实伊嘛是拢会写讲溪内底用小舟小舟翻译起来应该是细在船啊呢像讲六卡乡嘉义县六卡乡遮附近遮即个石碑或者中兴二道碑记伊写的只有一条沟这叫做碑沟，伊就古主竹华，就是讲竹牌西则主小舟，所以呢，对这个古文献会当看出讲，这古早的溪流是会当行船的。
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大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萧丁春老师写诗，黄德英老师讲解自然文史，专门客电台制作，共事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次再搁继续空中再会。